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啊，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。今日咱来讲几句啊，甲树啊有牵连的俗语话。常常咱听到人讲一句“食果子拜树头”，有影啦。咱看到讲学校带学生囡仔来背老青仔树，惊上尾一逝，嘛共款即种的心境。啊，毋过吼，即句话大家会晓讲，正经会晓做的，也是少人有。因为另外一句甲树啊有牵连的俗语话，讲爸母疼囝当流水，啊囝咧想爸母吼，那像树尾风咧。观众朋友，尤其讲咱遮的老辈，咱遮的爸啊姆啊，事实讲，咱咧甲想一个较开咧，想一个较长咧。咱人的感情，基本就是向下，较无咧向上。因为咱的幼囡仔，红幼，总是爱看顾嘛。莫讲咱的囝咧疼咱的孙，连咱家己嘛足疼咱的孙呢。啊，咱遮的老辈，遮的时代，上要紧就是你身体要顾好。咱嘛看到新闻内底，专家咧讲，你要吸收一寡健康的知识，万不然若讲身体有辛苦病痛，毋则会晓找对当的先生。啊，尤其咱遮的少年朋友，国政啊嘛诚意甲你拜托，现时全世界头一个台语电视台，公视台语台已经开播了。你就要招你的爸爸妈妈伫厝里，一天看4则新闻，吸收上新的知识。身体若顾好，知识吸收好够，咱就毋免惊讲无风无摇的倒大树。即句无风无摇倒大树，就是讲做人毋通挂无事败。毋过万项代志拢爱提防，天高热，世界咧炭，咱也会晓提防，会晓穿一寡摒一寡咱厝前厝后才会骹桶，树头徛有栽。都毋惊树尾做风台。阮公司台语台咧做节目嘛相像咧，用上界专业、上界正港的台语甲台语文的字幕，互观众朋友你看一下。阮认真甲节目做好，啊，阮吼无要鼓舞你别项啦，因为我听我甲你保证，每一项一工长老老，每一个节目人员吼，阮敢若一项爱食饱啦。阮认真做节目，你若安尼甲阮相报，较侪人来看咧。吼，阮就足欢喜的。啊，若欢喜，咱过来做味菜。顶日啊，吼，国政啊所做的味菜，其实朋友你拢知啦。讲做迄落薄仔悬、讲仔矮、薄仔放入互讲仔底，这薄仔甲讲仔会当对换。啊，你都咧讲台湾茶，咧要一定是茶区，一定是茶罐甲茶杯啊。今日咧做就无共啊。今日咧讲的主题，这树啊，毋是答案，是题目。我做一摆，互你摇3条。头一条，咱来摇咱。上简单的人体的五官，讲一张树啊2配合，活来活去看袂到，要要咱的五官。搁第2条，咱来要日常生活咱看会到的日用品，讲出门一蕊花，入门一条瓜，这玩那花草啦吼。出门一蕊花，入门一条瓜，要要啥？日用品，那天气有变化的时阵拢用会到。搁第3条，咱来要一个大自然的景致，这条你甲记起来。互咱的幼囡仔学袂歹，因为即摆幼囡仔吼，伫咧都市生活，较罕的看到即项物件。大自然内底有一项物件叫做树顶一块碗，雨来底袂满。啊，咱若伫咧看网络直播的朋友，国情啊讲即句话，你紧去留话，留互咱的小编开讲，互大家开心花。